我叫 Steven，呢個就係我個名，我打個招呼先。我而家緊喺度滑手機啊，冇可能真係滑得有咁多。不過講真，大家社交媒體同舊年比，依家真係更加吸引人，真係再升咗一個層次。不過我真係見到一個 post 入邊呢，我見到 Van Jones 同嘅公眾人士，因為佢講咗一個關於自己滑手機時幾多次見到慈善相關內容嘅評論，搞到大家爭論得好激烈。同埋我覺得其實好重要，要認同雙方，因為兩邊嘅憤怒其實都係嚟自同一個根源。對嗰啲評論反應好大嘅人，其實係表達緊一種對內心平靜嘅真實渴求。佢哋渴望知道佢小朋友或者家庭需要為咗基本生活而掙扎，而呢種擔心係有道理嘅，呢個係人之常情。同時，嗰個評論本身都反映咗另一種真實經歷，就係不斷面對未解決嘅痛苦，對心理真係有壓力。能夠講出呢種疲憊，其實係誠實嘅表現。但係大家忽略咗嘅就係點解我會拍呢條片？因為呢兩種立場其實唔係敵人，佢哋都係對同一種根本存在狀態嘅反應。慈善如果做得好，就係愛，而愛會守護住尊嚴。啲人應該要公開為個生存而求助。任何試過排過失業救濟隊嘅人，其實我哋當中有好多都知道嗰種極度嘅尊嚴嘅感覺係點。喺所謂幫助嘅名義下，令呢種情況持續落去，真係令我頂唔順。雙方嘅挫敗感而家互相對立，但其實真正嘅問題係制度上嘅。有冇結構只係管理痛苦，而唔係解決痛苦，仲要靠住痛苦持續俾人見到，而唔係令大家擺脫痛苦。我真係睇得好清楚，有啲系統佢好多英聯邦國家都有，證明咗其實可以唔使羞辱人都滿足到基本需要。呢啲都證明咗問題唔係同情心或者意識，而係設計本身。只要我哋仲係停留去展示痛苦，而唔係去消除造成痛苦嘅條件，我哋就會不斷經歷同一個衝突。大家只係喺度為咗表面症狀爭拗，真正嘅原因就一直啲人理。大家共同嘅目標好清楚：尊嚴、穩定，同埋一個幫人唔再等於令佢哋繼續受苦嘅世界。